我始終強調針灸係中醫嘅一個重要嘅分支，而針灸對於某啲，比如講運動系統疾病、骨科方面嘅疾病，如果適合保守治療情況下，我覺得針灸比中藥更合適。大家可以觀察一下，針灸之後效果真係立竿見影。當然，我哋都有中藥嘅膏方調理，但係中藥係輔助針灸治療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睇小針灸。打個比方，頸椎病中醫叫痹症都可以食中藥，但係針灸，比如講密集型嘅銀質針，仲係佔主要嘅治療作用。我哋經常同病人強調，如果有各種原因引起嘅失眠，真係應該試下針灸。有啲做完針灸之後，當日夜晚返到屋企食完晚飯就好攰啦。其實我哋嘅理論基礎係咩呢？就係我哋嘅經絡。經絡嘅實質係咩呢？到目前嚟講都冇發現，國內外都冇，但係佢係客觀存在嘅。所以我哋通過經絡調整咩呢？調整經絡嘅陰陽氣血。《黃帝內經》就係咁樣理解嘅。所以我哋強調針灸點解要有手法，要通過手法去調整你嘅陰陽氣血平衡，都係針灸。如果冇獨特嘅手法，效果就有天淵之別。